不是，无伦表兄，你不是小青，你是火红红。无伦表兄，你是讲什么？你要过来骗我是？无伦表兄，我是小青啊。你是安怎唔敢用你的真面目来见我？因为你自卑，你嫉妒，你啥物都甲小青袂比的。无伦表兄，你看清楚，我是小青啊。我知影，虽然咱这阵已经阴阳两界，我也明白，本来我是不应该见你的，但是阴阳两界，火红红，我拜托你，你莫搁骗我好？我已经用我的性命害你的情啊！从今以后，咱两个无相欠，你走，你走啊！你真是要赶我走？感觉你真是变甲遐尼无情，你真是袂认得我，我是小青啊！我恨你。小青，小青，小青，你等我！小青，小青，啊，小青，木莲，阿娘，阿娘，木莲，我一个囝。阿娘，阿娘，我知影你伫咧地狱咧受苦，你放心，今日有下一个血缘，无论安怎，我一定要将你救离开这。即摆我已经找到你啊！无论偌济艰苦，我一定会救你的。阿娘，你放心，你等我。木莲，戆囡仔呢，你何咪苦呢？这是阿娘家己做得来，应该受到报应啊！袂用，我会向冥王来求情，我要踮喺遮替你受所有的苦刑。无可能啊！各人作业，各人爱承担。你我阴阳两界会当见面，这是咱的福分啊！你紧转去啦！今仔日我若无救你离开遮，我是绝对袂转去的。不用你千万唔好落来，唔好落来！小青，你哪拢唔讲话？你紧甲我讲啊！倒位有路会当过去你遐？你紧讲啊！无连表兄，你千万唔通做戆代志，将来都唔捌有人踮遮救人出去过。第一个，对啊，啊你若有咱伫咧遮，你我的缘分已经尽了，你找我，又搁有啥物路用咧？我唔管遐尔多啊，唔管你是安怎会伫遮，我要带你到那尔同齐离开这个所在。无连表兄，你千万唔通搁为阮去烦恼。我会尽我的力量照顾阿哥，你紧倒转去，你要好好保重你家己。好，你唔甲我讲，我家己想办法。我跳落来去。喂，你千万唔通跳落来！阿娘！原来又搁是一场梦。小青，阿娘，真奇怪，最近我来定定梦见小青甲阿娘斗阵的，敢讲这是什么所在？这敢是白玉镜咧？淑妹，刚我有嘴讲到无烂，你还是要遮尔执迷不悟是？我袂答应你。你想要得到救救的目的，是想要去地府救小青。无论你安怎讲，我拢袂答应你。好，那安尼我就袂阁勉强你。不过，你会因为安尼来永远失眠？你免强效啊！我甘愿家己受罪，
我嘛无爱搁再对不起无莲啊。素梅，你唔通袂记，无连甲咱魔界有非常深的冤仇伫咧。就算你唔讲，我共款会想办法逼伊讲出来。哼！铁蛋，铁蛋，是啥？原来你是魔界的人。无莲，无莲，你哪会来遮？喂，你紧走，要若无，阮师兄会对你不利。紧来！伊想要知影咒语是？我毋是已经甲你讲过啊？这个神中，伊根本就无啥物咒语，只要若诚心加入这个神中，就会发出无限的威力。袂用的，你袂用互伊知影。伊若是知影，一定会将你害死。紧来，你紧走，你紧离开遮，紧来！我袂用放你家己一个伫遮的。喂，你是讲？要走，同齐走。无莲，无连呢？敢讲会叫我走去？无连，好！哼！你这个无连，要是跟我拄着，我就要将你碎尸万段！啊！早办出办事。啊！哎呦，当你这么想哪啦？哎呦，无连师傅甲修正子啊，叫人救走了后，这区块链一定足生气。你看，但这么安尼是安怎啦？我嘛唔知影。我看哦，咱较紧找到无连师傅啦。你刚才你讲要找无连师傅，啊，甲闯伫遮踅来踅去。啊，无是要安怎？咱即马情形足危险的呢。万一若去互撞着哦，咱性命也怕无去哦。管管哦，是你家己讲要闯去找无连师傅，迄若找无吼，我绝对袂放你煞啦。哎呦，恁在那底下搁水水？啊！你看，快走！对对呀！你看旁边人伫要落来啊！甲遮来吼，你老来干拼啦？啊！无啦，我老来干拼啦！你趁机会哦，紧走啦！袂用的，我袂用的，留你一人一只，要走来走去走啊！对啊！这，哎。我的自强自立嘛，做人理。要走来走去走啊！对啊！这，哎呦！哎，云在家，咱哪无看啊？是不是咱溜唔对去啊？咱去边做咩？去啊！打，会使嘛？哎呦，师傅啊，你叫我呢哦，这样够歹看的啦！哎，讲啊，你这查某囡仔，这什么时阵啊，搁带咧爱水啦啊？哎，你着真好，安尼愈歹吼愈好，出去吼，唔才会当满人的面目。哦，嘿啦，师傅讲无唔对啦。啊是讲师傅啊，我感觉阮穿安尼哦，若是行出去，可能人佫会认的哦。啊，对啊，啊，放心，暂时还佫唔免出去咧啦。唔免出去，你是叫我拢踮伫遮哦？这是什么所在啊？这啊，着关爷啊。哈？关爷内面的灶卡。关爷，啊师傅啊，你来甲阮带来遮啦，啊你有带门叫害死咩？你冇对啊！讲甲你，实在有够戆的啦啊！上危险的所在啊，是上安全的所在。你甲想看觅啊？敢有迄个官兵吼，会来关爷内面的灶卡咧掠逃犯啊？哇，师傅，你足够的呢，足够的呢。唔对啊，你敢讲你要叫阮伫遮哦，拢甲你教官煮饭哦？吼，
你会当遮煮饭，这是缘啦；袂当遮煮饭嘛是缘啦。啊，对啊，是讲哦，目前以后吼，都爱恁家己斗三工了了。哦，讲到无连师傅哦，我即马搁咧烦恼，伊即马人毋知安怎啊。哎呀，这哦，劫数啦，劫数啦。啊是讲哦，这吉人呐，自有天相。这佛祖啊，一定会来甲伊保庇。这木莲呢，一定会逢凶化吉啊！银行的月薪实在是真水。真是的，我无应该安尼讲。唔要紧啊，其实为你的讲话中，我嘛会感觉到今仔日的月色真水。其实你应该接受恁师兄来甲你医治目睭的啦。最近我想真多，若是看伤多外口的物件，心情会颠倒乱。像我即马，啥物拢看无，都无啥物欲望啊。欲望？无毋对，人会安尼忙忙渺渺活踮这个世间上，拢是因为欲望所来引起的。那安尼，你想要去地府救你阿娘，敢都毋是一种的欲望性？欲望有分做几多款，救阮阿娘这款亲情的欲望，是永远袂变的。无然，你来听我的话，你毋通搁再有这款想法。阴阳本来就是两个世界，假使你若真正安尼做，是会颠倒阴阳，会造成真大一场错误，你知无？我有下过愿，无论偌济艰苦，无论爱受偌济罪孽，我嘛一定要落地狱救阮阿娘。我真了解你的心情，也毋过我也是希望你即马会当专心修行，莫搁再想这件代志好无？这是为什么？自开始，你就甲退单，想尽办法接近我，阻止我落去地狱。这是为什么？你莫问我遐多，也毋过我坦白甲你讲，你若是真正去地府，是会造成人间一场的浩劫。一场的浩劫，这边哪有可能？我自细汉到大，从来都毋捌害过人，连一只狗仔我都毋敢甲伊惹死。我要哪有可能造成啥物一场的大浩劫的？我已经写留真侪天机啊，我不用讲啦。我知影你所讲的拢是一片的好意。今仔日是15暝，可无偌久就是子时啊！我要看卖啊咧，是毋是真是像传说讲的安尼？这个白玉镜会用看到地狱？不用，你不用看，你不用看。是安怎是？这白玉镜是一个无吉祥的物件，你不用看。我只是想要看卖啊而已，嘛无一定就真正会当看到地狱啊！坦白讲，这白玉镜是阮魔界用万年的寒冰石所砌成的。啊，不过是安怎会留落伫人间，这我嘛无写清楚。啊，不过这其中一定有啥物原因伫咧。敢讲甲恁师傅修罗王有关系是无？这我嘛无写清楚。阮师傅做代志一向真神秘，阮遮做徒弟嘛无法度了解伊的想法甲做法。已经子时啊！我的自强自立嘛，做人儿。
敢讲这就是地狱心？有够凄惨！切迄个人在世是犯什么罪？我来用你讲手，你惊死啊！迄个人啊，足恶一个啦，在生假做去遮四个人骗钱啊，骗到钱就大鱼大肉啦。你讲这款人爱甲我无？不，切啊！是啥物代志？我在世我也无叫你去食，我请来就食。哦，啊你敢讲安尼？啊那你比更较恶质。哦，你连恁亲姊夫的财产你也敢霸占啊？哦，你看这款罪，敢比较轻松？阿是咧，耶！这样买啦，不要招下我不敢。撩下，你敢讲撩下？我像你这种的人，你也敢讲撩下？这只是一个小小的这款而已呢。后壁有更较厉害的咧等你。行啦，过来，村长，我敢。无莲，你是安怎？无莲，我看到阮阿舅，伊伫咧地沟咧受苦，才烦恼阮阿娘会才像安尼。你是莫着急，我看，迄可能是一种幻境。你看，真拄啊，到即摆，你甲我毋是共款一直拢伫遮咧，哈？幻境。我即摆规日头拢无傻傻。到底这个镜内面的是幻境，或者是咱这个时阵才是幻境呢？无咧，我看即摆上重要的，就是将这个卖药给弄破。袂用咧。拄只人明明还搁伫遮，咱现我做无看见咧。哎，唔免找啦，已经去地府咯。免亏待。你是讲已经？无唔对，坦白甲你讲嘛无要紧，你千辛万苦你找找阴间的入口，就是这块白玉镜。敢讲你有哪是来抢这个白玉镜？你上好是将这块白玉镜留落来。我心情若是好，无一定要放你一条生路。若无，我一准将你拍死，互你去阴间地府做孤魂野鬼。我千辛万苦想要救阮阿娘出来，我要让伊从这白玉镜交互你的。我惊这件代志毋是你做决定，你将白玉镜交出来。袂用的，因为你将我害死。哦。好厉害的，是讲你无练，也免想要夺出我的手中心。现在已经入去地府，安尼嘛好，为伫伊手中迄支神杖是假，你若是入地府，一定有真侪苦头通食。有这样理由，他要台湾，等后壁看卖。这是啥物所在？你是什么人？竟然敢撞你地架台？什么？这是地架台。明明你是我啊唯一的爱，怎会变成互相的伤害？明明你是我啊唯一的心爱，现实的生活。今日分东西，问天天问地，一种痛苦。谁
一个你。